咁啊，呢個博斯茅夫嘅後防球員咧就做足咧後防球員個波，就唔好俾佢落地，第一時間安全第一，清咗個波佢，最多係需要 corner 啫。呢邊就開個短角球出翻嚟先，估下達到，再送咗埋嚟，漏晒立到，搞掂1-1，馬古斯啊！咁啊，即係佢最高級數嘅巴塞球員呢，就係後上見奇功啦。馬古斯呢個師奶殺手，不單止係英俊，兼夾咧係能夠冷靜地把握機會，將呢場比賽打成1-1。係啊 ，Peter， 呢個就被譽為墨西哥最性感嘅男士啊嘛，絕對係啊！再睇一次慢鏡啊，一個短角球冇越位，哎呀，一個爆晒。咁啊，最後自己射啦，唔需要交啦，面對面啦，面對龍門。哇，咁樣射過嚟近住，真係假啊呢個波你都唔知道佢係咪撻嘅，真係保真。撻啦，係撻嘅。我睇埋呢個慢鏡頭咧，超慢鏡頭應該一次係撻啦。冇錯。臨尾粒釘咧就掕到個地下一個草面啲泥，所以咧就食唔晒個掃把腳，仲靚射咗近處，仲冇腳影足。咁啊，摩高拿呢位南非隊長一個啊包晒越位，咁但係同時其實亦都睇見啦，個波係好明顯係諗住係送去遠處㗎啦。睇埋呢個波啫，哇！你咁樣跑翻出嚟都牙煙喎嚇。咁睇見佩雷斯就呢場賽事冇乜說服力㗎。我話怕你啊，大哥，你唔接你都拍低佢再立，你點會撞翻個波出嚟㗎？接唔到啊，因為個波咧係咁飄咧，你寧願咧係撞翻佢出嚟好啲㗎，因為一接嘅時候呢個彈皮牌入咗咪仲死。